我冒着被打嘅風險。蕉山映月台西區嘅當紅炸子雞，8月份我估應該係全中山嘅西區最火一個項目之一。呢邊就係個1期，嗰邊就佢哋嘅2期。我啱先入嚟嘅時候撞到個業主，佢嗌我入嚟講嘢嘅時候要細聲少少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當其時佢係2萬蚊一個方買嘅，咁嘅話依家大概1萬蚊左右，係嗰批人才貨。依家嗌翠亨映月台，所以依家我講嘢都特別細聲。佢話佢驚我俾人打，咁我就過嚟啦。雖然我冒着被打嘅風險，但係我都要推薦俾你哋，因為呢個小區我覺得佢個無論配套又好、醫療又好、交通又好，各方面佢係配得起呢個價錢嘅。而且最重要一點，佢嘅周圍嘅人間煙火嘅嗰種氣氛咧係非常之濃厚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可以過嚟睇一睇。